歡迎嚟到新漢嘅 YouTube 頻道。今日咧為大家介紹一下咧啱啱過去咗慕尼黑 High-End 音響展嘅一啲花絮。咁咧喺現場咧，我哋見到咧係柏林之星啦，係 Burmester 係有一系列嘅新產品係推出咗嘅。現場咧，我哋見到有249嘅前級啦，咁呢款前級咧係模組化嘅設計，可以提供到串流播放以及咧係黑膠唱頭嘅模組嘅輸入嘅選項嘅。咁喺旁邊咧，我哋見到咧係新款嘅257嘅黑膠唱盤。咁呢個黑膠唱盤咧係一個全新嘅續成嘅設計啦，以及咧係一個係外置電源啦，咁以及咧配合佢有一個雙摩打嘅設計嘅。咁我精準度咧亦都係大大提升咗。嚟到另一邊咧，我哋見到咧有新款嘅259嘅立體聲後級啦。呢款後級咧係每邊有500瓦嘅輸出嘅。咁如果係用橋接嘅方式嘅咧，就可以去到1500瓦嘅。咁現場見到咧係一套咧係客製化嘅顏色啦，可以供客人咧除咗喺標準色之外咧，仲有其他嘅選擇。咁咧就現場我哋係介紹到呢度啦，咁或者我哋下條片再見啦。